来这个宜兰有卖小火锅的，伫个面册铺文要来请人，一个月薪水5万5。这个薪水看起来哪像袂甲来外歹，但是上班的时间为早起的10点半到暗时的12点，前后爱上13点半钟，根本就是低薪水闭关的行业。若这头家是出面来赔回，讲歹势啦，讲无清楚。13点半钟是包含着2点钟休困的时间。天气凉凉凉凉，火锅店是愈开愈侪间，不过无人想要做，业者甲人借出真悬的薪水来抢员工。既然某一间火锅店的破文1年才再借开出一个月之上悬5万5的薪水，觉得蛮合理的。这么说？对，虽然工时上会感受上有点长。但如果他有定期公餐，那他一定会休息。初看的价格是还不错啊，对啊，52000到55000，对，但是工时有点长，但那个工时应该有包含空班休息的时间啊。一个月的薪水看起来真赞，不过真要看内容，上班时间则要13点半钟，而且做工课内容800块。若是一个月算下来算，一个月5万5拄30工，扣掉1点钟休困时间，一工做12点半钟，1点钟的薪水敢若超147块。安尼找人才条件，有人感觉会使，有人是无法度。到底实际状况啥款？咱找着当事店家来听现安怎解说。我们没有空班，因为我们是吃饭时间有休1个小时，中午晚上再休1个小时。他是写错了，他没有写清楚。提醒雇主，超过12个小时，其实就已经违反劳基法。如果有休息时间，除了在社团脸书上要充分揭露之外，一定必须要落实。餐厅开出真悬的薪水，要找人才，不过因人才条件嘛是要写好清楚，较袂互人误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